南向大花園仲係全新裝修嘅別墅，呢一套咧喺我哋雅基樂牌坊 V 型別墅側邊都擴建咗啦，花園仲有接近70個平方，所以呢套咧係非常之大花園嘅一間嚟嘅。呢個位置後期可以擺翻個茶台喺度飲下茶啦。咁我哋依家入大廳裏邊去睇一樓嘅空間咧。擴建咗，所以咧你睇到嘅空間感咧係比較舒服、比較大嘅。你睇下飯廳位都係好夠闊噶啦，而且廚房咧係整咗開放式嘅廚房嚟嘅。呢套房嘅話咧嘅一樓咧都係預留咗一個長輩房嘅，咁平時父母一齊住就方便好多。二樓呢一間咧係南向嘅套房，呢一個咧就係兒童房套房嚟嘅，裏邊都係獨立洗手間。三樓係一個主人房套間，側邊咧係可以整翻個大衣櫃位嘅，外邊仲有我哋一個露台，目前搭咗一半啦，外邊仲有一半露台嘅。重點係呢邊個景觀靚，你睇出去望出去咧係非常之開闊冇遮擋。呢套房位置好靚噶，你睇下門口位置幾咁闊落，側邊咧仲有一個細公園仔噶。目前呢套房業主嘅嗌價咧係190零萬嘅，價錢都係可以傾。你中意南向大花園又要新裝修嘅，咁你就可以過嚟睇翻呢一套啦。